3度。周日朝早仍然相當清涼，下晝再氣溫逐步回升。現時室外氣溫15度，相對濕度61%，寒冷天氣警告生效。香港電台呢啲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。經濟行情報導。恒生指數報26,465點，跌21點，總成交金額1,495億1000幾萬。上證綜合指數報4,122點，係升9點。深證成分指數報14,260點，升110點。繼續會港股造價，盈富基金26.7升2仙，小米集團34.8毫6係跌6毫2，南方恒生科技5個5毫8升1仙5，恒生中國企業93蚊2仙跌1毫8，騰訊控股600個半，啱啱跌咗係600跌1蚊，阿里巴巴160.1升個4，中芯國際77蚊5仙升2個5毫半，中國重汽32個5毫8升2個5毫8，中國移動78.2跌1毫1，美團96.7毫半跌6毫。內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：港元係7.798，日元158.19，瑞士法郎0.791，加元1.384，人民幣6.966，英鎊對美元1.344，歐元對美元1.172，澳元對美元0.674，新西蘭元對美元0.584。倫敦金每安士買入52係52,767點，跌224點。港金報45,000蚊，係比上日收市升1,125蚊。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,875.95美元，賣出4,876.71美元。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畢。交通消息直擊報導。而家有阿摩先提翻你啦，天水圍洪天路有交通燈失靈，即係洪天路與屏廈路嘅交界嚇，咁而家經過要小心啦。咁另外，東隧嘅緊急維修已經完成咗，即係出九龍方向管道內嘅快線係經解封咗噶啦，不過一帶仍然比較車多少少噶。轉到隧道情況，現時各區嘅隧道出入口係大致暢順。咁之後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，就係油麻地海泓道有渠務工程，去柯士甸方向，跟住富榮花園嘅部分行車線係已經封閉咗。咁仲有油塘茶果嶺道有渠務工程㗎，就係去觀塘方向，跟住油塘道嘅一段慢線係已經封閉咗。咁大家經過以上嘅路段都要小心啦。好啦，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。Okay, should be here, right? Okay, thank you. Okay, thank you.